美国联邦众议院正式通过拨款法案，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分暂停运作超过70天的情形，总算是会当结束。这更是美国上长时间的政府单位动点，搁要影响到机场的安检运作，害这特勤局减经费。即嘛有数万位相关的人员是总算会当领到薪水啊。 众议院拜四通过一项法案，把资金拨予包括运输安全管理局、特勤局，也有海岸防卫队在内大部分的国家安全机构。过去11礼拜超过70天，因为预算拢无定案，相关部门敢会当靠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命令勉强运作。对着法案送去到白宫，毋但解决机场安检可能出现的排队的危机，也确保特勤局伫记者暗会庆祝案了后的维安经费。We were not going to have lines at TSA. Everybody will get their paychecks now. We'll get moving forward. And then we will finish the work and finally get, again, for 3 years with no crazy Democrat reforms, we will fund Border Patrol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s soon as we return for the work session when that bill is finalized. 今年初，明尼亚波利斯发生联邦探员误杀民众的案件，和民主党拒绝拨款予移民甲海关执法局参边境巡逻队，除非同意进行组织的改革。共和党甲争议性的移民预算、甲运输安全管理局等日常运作经费分开来处理，大先恢复机场甲救灾单位的资金，才通化解危机。不过，民主党议员对共和党过去拖遮久，也是表达强烈的不满。This is a victory for the hard-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se lives were put on hold by Republicans for 76 days. 虽然大部分的部门已经恢复拨款，也毋过针对边境安全的700亿美金的预算，目前当咧由共和党另外提案，预计后个月会搁再一届出现表决的压力。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强调，共和党正骨力咧确保边境的执法，袂因为政治操弄就断去。对着两院会进入1礼拜的休会期，这场3个月的拨款大战，总算是伫保障航空交通甲总统维安的前提之下暂时煞过。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。